香港咧係你揀去邊間醫院啦，咁但係咧喺日本我覺得係醫院揀你。喺勁凍嘅時候咧，佢仲要叫我除晒啲褸佢，然後量血壓。之前嗰下完全覺得我凍死先定係痛死先啊，大佬！三妹，痛い。こんにちは、ルピーちゃんです。好耐冇見，因為病咗一段時間啦，所以咧好耐都冇拍片同埋出片咧。咁今日咧約拍翻一條片，講下發生咩事同埋，應該係年尾最後一條片啦。首先咧想多謝各位嘅關心，所有嘅 DM 同埋 comment 都係祝我早日康復啊，同埋問我點啊，好翻啲未啊嘅留言啦，非常之溫暖啊。咁而家已經冇晒事啦。今日咧會最後去睇一個 CT 嘅結果嘅，咁我自己覺得應該係冇事噶啦 touch wood，因為已經冇晒痛啊，冇肚屙啊，冇發燒啦。咁今日呢條片咧，咁所以今日條片咧就會講下喺呢幾個禮拜究竟係發生咗咩事啦，我 call 白車入醫院啦嘅過程係點樣啦，同埋感受啊諸如此類。人生第一次喺日本入醫院，人生第一次 call 白車，係啦，兩樣嘢係一齊嘅。因為其實我喺香港咧係 touch wood 好少入醫院啦，即係好少病痛啦，同埋冇試過 call 白車嘅。咁呢一個 call 白車入醫院吊鹽水嘅經驗咧，就突然間一次過嚟晒。咁話說係12月頭左右啦，3個禮拜前，咁咧我就好嗰一日咧，我就好正常咁樣同 Taco 食嘢啊、行街啊。嗰日仲拍咗條片，去咗 IKEA 諗住買聖誕樹啦，跟住咧就喺 IKEA 食嘢咁樣。然後翻到屋企嗰一晚咧嘅夜晚9點零10點咧，就突然間超級肚痛，超級肚痛，係完全冇任何徵兆嘅喎，即係同之前係正常食嘢行街嘅喎。跟住突然間係痛到坐都坐唔到，企都企唔到，行都行唔到咁樣。跟住就屋企食咗啲止痛藥，食咗啲胃藥咁樣，跟住就捱咗1個鐘左右啦。跟住捱咗1個鐘左右之後咧，就開始覺得頂唔順啦，真係痛到飆晒冷汗咁樣。跟住就同 Taco 講話可能要去醫院咁樣啦。咁 Taco 都即刻幫我打電話去醫院問，即係急症室嘅情況係點樣。咁首先咧就帶咗去屋企附近最近嘅醫院去問嘅，即係就問而家去急症室 O 唔 OK 啊咁樣。點知咧就俾佢哋拒絕咗，就話我哋而家急症室好 full 喎，即係你打去其他醫院問下啦咁樣。咁咧就另外打咗2間醫院去問嘅，然後somehow2間醫院都話自己好 full 啦，又話急症好多人啊咁樣，即係話如果忍到就忍啦，如果忍唔到就即係 call 白車啦你自己咁樣。咁我又忍多陣啦，咁所以我又忍多一陣，跟住忍多10分鐘之後，即係覺得唔得啦，跟住我就覺得唉，我都唔想 call 白車，因為我覺得咧自己好似雖然好痛，但係又未去到一個性命攸關嘅時候，所以我又覺得 call 白車好似浪費咗一個 call 白車嘅資源。咁所以咧就掙扎多10至15分鐘左右啦，然後咧就真係覺得唔得啦，真係就係痛死，真係痛到暈，跟住就即係叫 Taco call 咗白車咁樣啦。119其實我到而家都係記唔到日本嘅報警同埋救護車嘅 number 咯。我嚟咗日本第5年啦已經，即係緊急關頭一諗起就係999，但係你又知道唔係999，即係你又知道個組合係可能係有1有0有9，跟住その警察は何番110火事は119 119は病院じゃない？病院と火事多分一緒。而家 update 下呢個嘅資訊，如果大家嚟日本旅行都盡量可以記下，即係以防萬一。警察咧係110，醫院同埋消防咧係119，我自己都要努力記下。係啦，咁結果咧就call 咗呢個救護車啦，然後都好快嚟到屋企，好似真係5分鐘就嚟到屋企。5分ぐらいも着いたな。救急車ちょっとこっちに来て，一定訪問下 Taco 當日嘅真實情況係點樣。その119電話してで何を聞かれた？まず最初に火事ですか救急ですかって聞かれんねん。で救急車お願いしますって言って。
即係首先要講咗自己係火災定係救護車先，跟住佢就搭咗救護車。で、多分住所聞かれたんかな。嗯で、住所言ったら、じゃあ今出動しました。で、どなたがどんな症狀ですかみたい咁救護車救人員咧，首先就會問咗你嘅地址啦，然後講咗地址之後咧，佢就會一邊出發，一邊咧就問你呢一個病人嘅情況啊。な。音が聞こえたら外出てって。哦，咁就一邊行一邊再確認呢一個路線啦，然後就會同你講，如果你聽到救護車聲咧，咁你就可以出嚟啦咁樣。めっちゃ寒かったわ、その日。勁凍咯，想講嗰日可能係得5到6度咁樣。跟住咧，好啦，跟住我就俾人抬咗上救護車啦。記得係3個人，2、3個人，2人3應該係。3人。好似係有1個司機啦，跟住有2個救護人員咧，係有抬個擔架就抬咗我上救護車啦。然後咧喺勁凍嘅時候咧，佢仲要叫我除晒啲褸佢，然後量血壓。之前嗰下完全覺得我凍死先定係痛死先啊，大佬真係好慘啊！寒い，痛い。我想應該入到醫院嘅第2日之後咧，有個阿伯喺我隔離係咁喺度嗌痛啊、嗌凍啊，喺嗰度寒い、痛い。我到而家都仲係好記得嗰把聲，我都好想咁樣嗌啊，大佬。好啦，跟住係啊，跟住我就上到救護車啦。跟住救護人員咧就問我有幾級痛，そのどのぐらい痛いって聞かれて、それはちょっと困りました。即係話如果有10級係最痛，而家幾多級痛？跟住我就即係我對呢個問題好迷茫啊，因為我覺得我對於痛嘅認知同你對於痛嘅認知又唔同。咁譬如如果啲人話生仔係10級痛嘅話，咁我咪話自己10級噶嘛。即係雖然我嗰下真係好痛，但係我又唔敢講自己10級痛。跟住我就講自己7級痛咁樣啦。跟住咧，但係救護人員覺得7級痛好似唔至於你要 call 白車入醫院喎，跟住佢就引導我講話，你係咪有時7級痛，有時10級痛，即係好似跳下跳下個痛咁樣。即係我 feel 到佢想我答呢個答案啦，咁我就話啊係啊係啊係啊，即係有時好時壞咁樣，即係有個 wave 咁樣。跟住佢就好似哦 OK 咁樣。跟住入到醫院之後咧，最無奈嘅係咧，竟然去到嘅時候一個人都冇咯，即係去到急症室咧係冇人排緊隊啦，咁都唔係無奈嘅，即係都叫做開心啊，叫做 OK 嘅，因為即刻可以有人有醫生幫我去檢查啊，即係抽血啊咁樣。但係即係而家諗翻轉頭就有少少無奈，就係點解打電話去問嘅時候，佢話急症室好多人，然後叫我哋唔好去，然後就好似焗住一係忍到聽朝，或者一係就自己 call 救護車咁樣。即係我覺得我嘅情況其實係都可以 handle 到一齊開車去咯，即係可能 Taco 揸車咁樣自己開車去醫院，咁我就覺得即係唔使浪費咗個救護車嘅資源，而我又可以睇到急症，即係我應該忍唔到第2朝嘅，咁但係又未至於性命攸關，所以我覺得唉，點解要咁樣逼我 call 救護車咧？咁樣真係有呢個諗法。anyway 啦，跟住抽血啊、檢查、做 CT 嗰啲啦，跟住就即刻有吊鹽水，有吊止痛藥咁樣。嗰晚做完一堆檢查啦，咁就知道冇一個性命攸關嘅問題啦，即係唔需要急於做手術啊，諸如此類啦。咁跟住咧就吊咗一啲鹽水啊，吊咗止痛藥咁樣，然後咧就搞咗好似個零2個鐘就出院啦。跟住我想講嗰一晚嘅費用係 guess how much？ 因為咧我從來都冇去留意呢件事啦。原來喺日本 call 救護車咧都係免費嘅。咁嗰日咧急症室咧就係2萬yen左右，即係1000蚊港紙左右。咁因為喺日本住啦，咁都有加入呢個國民保險啊嗰啲嘅。咁我唔知如果大家嚟旅行，即係可能有旅遊保險，可能要 claim 翻咁樣啦。実は安いよな。そうやな、思ったより安いよね。もう普通の CT で6000円やろ。で血液検査とか診察とか点滴でまあ3000円ぐらいか。思ったより。だから
プラス1万円ぐらいの感じやな。私立病院やねんけどな。うん。この問題冇。咁呢個話食佢係一個市立醫院啦，係個政府醫院啦。咁咧呢一個係有我啲身邊嘅朋友同我媽都有問我，點解你咁緊急嘅情況咁痛都唔去一個私家醫院揾一個好啲嘅醫生，揾啲好啲嘅設施啊咁樣。跟住咁我都有去 search 啊。咁原來喺度揾咧，日本其實係冇乜叫做私家醫院嘅東西嘅，即係。有啲叫做 privacy 高啲嘅，可能係俾藝人或者有錢人嘅醫院啦。但係一般嚟講係冇香港咁樣冇私家醫院、公立醫院分得咁開，即係大部分醫院都係公立嘅。係感覺上，即係你喺香港咧係你揀去邊間醫院啦。咁但係咧喺日本，我覺得係醫院揀你，即係尤其是你急症嘅時候，即係。因為你香港嘅地方都叫做細啲，即係你可以想去嗰間醫院咧，你係唔難去嗰間醫院嘅，即係可能又可以 call Uber 咁樣啦。咁但係日本，因為我而家又唔係住喺市中心啦，即係少少遠咁樣啦，所以咧你屋企附近有咩醫院咧，就係嗰間醫院揀咗你㗎啦。然後又冇香港咁方便啦，即係去醫院都有個距離呀，跟住可能搭的士都冇咁方便啦，又冇咁多 Uber 咁樣啦。咁所以咧成件事嘅感覺咧，同喺香港係唔同嘅。同埋我覺得日本嘅私家醫院類似係 clinic 咁樣咯，即係正常情況之下，如果你唔係夜晚突然間痛或者你唔係緊急要入院嘅話咧，通常嗰個程序就係去咗屋企附近嘅 clinic 診所嗰度睇醫生先，然後咧就等醫生再寫轉介信俾你去醫院或者其他嘅專科咁樣嘅。咁同埋日本都係呢一個醫藥分家，咁所以咧。有少少唔方便嘅就係睇完醫生，然後你仲要好辛苦咁樣壓住去呢個嘅藥局，去呢個藥局 pharmacy 嗰度去拎藥咁樣，即係成個過程都係攰嘅，有好多 travelling 咁樣。係啊，同埋我想講喺一個醫院嘅時候咧，真係好感覺到自己人在異鄉嗰個孤單感。即係雖然 Taco 係全程都陪我一齊啦，咁但係我覺得喺醫院嘅時候，你又好痛嘅時候，然後身邊嘅人都唔係講你嘅母語咧，都仲係講緊日文嘅時候，即係你仲要係嘥得少少力去撈人哋講乜嘢咧，嗰下都覺得好無助，即係覺得唉，可唔可以放過我啊？你中意做咩就做咩，都唔好問我啊咁樣。吊鹽水啦，咁樣去吊嗰個嘢叫做點滴啦 tanteki 咁樣。咁其實嗰個呢個字咧，我第一次聽，咁但係我都。somehow get 到啦，即係 somehow覺得哦，而家應該去吊鹽水啦，而家佢應該 tanteki 有可能係叫做點滴，有可能係滴啲落去啦，都似吊鹽水，即係意會到咯。但係其實我係冇聽過呢個字啦，因為其他醫療用語我都係完全冇聽過啦。咁所以咧到嗰下咧真係有啲迷茫。係啊，喺救護車嗰時佢仲問我呢個嘅最終激 KB 晒少極 KB， 我諗可能有 N1 嘅人都未必撈到呢一個字係咩意思。佢意思係你嘅最終月經日係幾時？即係你上一次嚟嘅時候係幾時？我喺救護車嘅時候，我真係好迷茫，真係好迷茫。你問我啲咩啊？咁樣跟住咧，嗰個救護人員咧，可能以為我唔知自己上一次嚟嘅係幾時啦。喺度話啊，你唔知啊咁樣，即係我話我唔知啊咁樣，但係我係唔知佢問乜咯，而唔係我唔知自己上次幾時嚟 M 啊大佬，所以咧咁但係 anyway 變咗個答案就係唔知啦。可能感覺上大家都覺得喺醫院醫生護士應該點都識啲英文啩咁樣，但係我想講係基本上係唔識嘅。即係我唔知係因為佢覺得我識日文，所以佢冇特登同我講英文定係點啦。咁但係。就算佢知你係外國人咧，佢都冇特別講一啲慢啲嘅日文啊，冇特別講一啲英文去輔助個溝通嘅。即係如果大家嚟日本旅行嘅話 touch wood 要去診所或者醫院要有少少心理準備，可能穩定一啲，即係講到明係可以講英文嘅地方啦，或者即係預備定 Google Translate 咁樣好啲咯。咁因為我事發突然，所以就冇所準備，電話都唔知飛咗去邊咁樣，所以就
少少迷茫咁，但係即係好彩有 Taco 喺身邊，都有幫手回答下，又幫我翻譯下咁樣。咁講咗咁耐，我覺得我呢一個生病然後 call 白車入醫院嘅經驗就係、個結論就係，我覺得唔好死忍，因為咧雖然咧打電話去咧，佢話急症室而家好 full 啦咁樣，咁但係我覺得咧，如果你真係好辛苦嘅時候咧，你都照可以去醫院先咯，或者你都真係可以 call 救護車，因為我自己覺得可能我喺屋企折騰咗呢個幾兩個鐘 call 唔 call 白車呢個嘅掙扎，同埋忍住唔去醫院咧，搞到個病情好似差咗一啲。即係如果早啲去嘅話，早啲有止痛藥啊，早啲有消炎藥嘅話咧，可能咧稍為可以及早醫治，係啦，長痛不如短痛，下次會話 touch wood 冇下次先。迷信必然唔可以講呢啲下次醫院嘅嘢。咁今日呢條片咧就差唔多啦。咁咧今日已經係29號，仲有幾日就新年啦。咁今年新年咧都同上年差唔多啦，都係會去 Taco 嘅阿爸媽屋企食飯。咁佢家姐咧又會喺關東嗰邊同佢屋企人一齊翻嚟回鄉食飯咁樣，都係有少少緊張嘅。我記得我上年係勁緊張咯，因為上年係啱啱結咗婚3個月，跟住咧係第一次結咗婚之後嘅新年，所以去屋企食飯係勁緊張。咁今年都仍然係有啲緊張，不過我諗會好啲嘅。係啦，咁新年會食嗰啲日本嘅おせち啦，即係新年先有嘅嘢食，即係可能好似香港咁樣新年會食年糕啊、蘿蔔糕咁樣，咁佢哋都有一啲紅蘿蔔係超紅嘅紅蘿蔔啊，有一啲新年先有嘅蔬菜，即係好意頭嘅東西咁樣啦。老實講唔係好好食嘅，因為全部都係凍凍地咁樣，即係咧好似唔係可唔可以叫盤菜咧？即係好大堆咁樣擺幾日咁樣，因為新年咧啲鋪頭啊、餐廳唔開乜滯噶嘛，咁所以咧嗰個おせち一個準備就係已經夠咁多人幾日食咁樣噶啦。咁如果到時方便影相嘅話咧，就可能會再影相 post 喺 IG 俾大家睇下。我好似上年我哋已經影相，等我揾下上年張相先。嗱，新年仲會去一個嘅神社拜年啦，因為去初詣初子，咁就係日本人通常新年嘅時候咧都會去屋企附近嘅神社去拜年嘅，即係開運咁樣。跟住1月2號咧 ，Taco 嘅屋企人咧就會嚟我哋屋企，咁所以呢2日嘅工作咧就係大掃除啦，同埋剪呢條片啦，然後就新年啦。咁新一年咧，祝大家平平安安、健康，呢個係最重要嘅，同埋開開心心。咁我哋下年再見，多謝收看，拜拜。唔記得咗講，到最後，希望大家咧可以 like 呢條片 ，comment 埋俾我知，你有冇喺外國入醫院嘅經驗，你嘅經驗又係點樣嘅咧？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，等佢哋去日本旅行嘅時候，如果萬一 touch wood 入醫院，大概係咩程序咧？咁好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